튼주 나오치리어다. 알레 튼두 나요. 튼두 나요. 튼두 기치디 마 뜬샹디레. 아 라서. 튼두 나. 아 튼두 나요 버디 마 뜬샹디. 라오. 튼두 기치디 식제디 지마지 뜬네 콘솔 지 나로치다. 라서. 지다름은지 대시기 천주 투니 깨봐 천주 선벨라발라 대다름 신내봤다 다장 롤라 펜던도 천주 선미 깨기 천주 선벨라발라를 버신도 라바지스 근데 다저 지부 미스벌레버 드린 상계를 수기 상계에서 다주도 타네 다게 찌니게 리다도 멜레자미 규메즈미 리다라 녀바미 규테다 차스 다디 천한족이 인지 민지 롤라야 네체 어디직 총나 빼하고야 拉索。我们接着说呢，就是我们每天呢在观修皈依发心的时候呢，那如果说在观想发心的时候呢，要是能够一起就是自受菩萨戒的话呢，是很殊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自受菩萨戒的时候呢，那虽然说在菩萨地论里面它有很广的这个内容讲述菩萨戒，就是如何受菩萨戒的这个寄送，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最方便呢就是透有这个入行论，就是透有入行论的这个寄送呢，然后来受持菩萨戒呢，这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方便的，因为在入行论的这寄送里面呢，它的意思呢非常的甚深，但是呢，它写起来就是文句呢又不多，然后呢，我们又容易了解。那当然说，一般要是我们能够在殊胜处，就是比较殊胜的地方呢，有加持的地方受菩萨戒，那当然是最好。那不行的话，就是我们一般配合着念诵皈依发心的时候呢，可以自受菩萨戒。那入行论里面呢，关于受菩萨戒的这个祭文呢，就是在我们要是平时有在念这个六咒语切的话，那在六咒语切里面呢，它也是有的。那这个内容就是讲到说，如其往昔诸如来，从于升起菩提心，菩提萨埵诸学处，如是次第三安住，如是为利有情故，愿我亦发菩提心，如其所学诸学处，亦如次第能修学。今我此生不虚度，今我善来人中生，今我生于如来家，成为如来亲长子。无论如何，我至今当勤负荷此家业，勿令所行有玷污，于此无垢尊贵种。那要是能够一边念诵的话呢，那也是很好的。第看做个修个呢，修个呢马对格类呢，第巴里呢，我被卡巴那了手机里面我拍照，那巴起家吧，那个巴下山的下边那他的落了没呢，我点做的这些呀，安尼第说说个，被那广播进了呀。아니 배나 소소요 사기 산내기 공부지를 춘제주를 값소 양 공부디 năng 레인디 면함 찍고 마임바 아니 천주선배도 뭐지네 아니 야 잠소도 된데 길이야 배 사체 키보드 지나 아니 되네야 가르사 야 아니 잠소 된데 길이야 왜네 야 소소게 천주선배도 뭐지네 야 리토사다 된데서 천주선배도 뭐지네 대체비나 아니 배 셈나냐 펜보 다 내상와다 조사 내상보다 오다 텐데기 카레 제임매나 니 전주선배도 뭐지는 토에는 한 레베 펜도 첨보 요래라 소소게 셈나냐 셈규를 펜보 쉬어지 요구요래 나다가나시 따지 미지기 샵텐지 저로치 쓸라바이나 소소게 샵텐지 제고요 삼바이나 오다 전주선배도 뭐지네 오다 도 전에도 보이나는 칼리 셈규디 상 친제 아니 셈나 셈규디 카즈 상으로 친바이나 셈게 배초데 깨야데 고급데 요로 아니 셈게 발라 돈렌체데 도도 치치 아니 배 할레베기 되고 요리스 제가 뭐 되레스 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时常呢译诵就是刚刚所讲述的这个经文。那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帮我发到这个上课的这个聊天室里面。那我们接着说，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就是译诵这个经文。那像我们到寺庙里面去的时候，那就可以在大殿。那在大殿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呢，在佛菩萨的身像面前呢，然后念诵这样的经文，然后一边呢自受菩萨戒，或者说呢，当我们去海边的时候，觉得海边的这个风景，或者说到很舒服的地方，海边或者是山上，
或者说大草原呢，那你觉得这个地方让你觉得心情很舒服的时候呢，那你也可以念诵这样的祭文，然后呢，受了菩萨戒之后呢，把功德回向给一切的有情，或者说我们自己呢，到有人请我们去修法，或者说去参加一些集会的时候呢，那你也可以在这些大众集会的地方呢，然后自己默念这样的经文，然后呢来做一个自受菩萨戒，然后利益就是一切的有情。那透由这样子呢，就是常时这样串习呢，那就能够使我们自己的心绪呢变得越来越良善。아니 다들 튼튼한 디야고 답을 손다 못 손다 원샷이 되버려 주의 지난 상황 나zo 주된 겨 줘. 다신 롱에서 먼저 계속 주된 제면데 상 구선주 조진 로에나 남아이 군주 손는데 도제원이 신에 따라 징겔랍도 세세 어디에 뒤죽들라 안다 디양나 참참 디네 가도 야고도 에나 메도 dom라다고 된데 아니 뭐시바된데 사자 기부된데 치 강바된데 다직 정가이네 강과야 된데 티 아니지 참참 초다 빵다 메도 리여사 된데 치 안데 디치도 소소게 답을 송다 마선도 소소게 다도 소아이네 마선 뭐다 얘들 보면은 주베티 나서보다 메도다 다 소소여서 사자 유중게 사자 제종 카리네 대 탐제는 라마이다 군주 송로 피 사마진 타완에 어다 된대지 삼단다는 빼야고야 还有呢，就是如同呢，在我们念诵六座一切的时候呢，那里面有讲到说，有主色即无主色，现前实色并异化，所生种种内外密，妙凤海云尽奉承，自他生于异山受用三世善之粮，善妙珠宝曼达殊胜普贤供养具，诚心摄取奉献上士本尊以三宝，愿由大悲力故享以摄受加持我。那这个寄送呢，就是像同样的，就是当我们自己出门的时候呢，那无论说到山边或者是海边，那见到这些好的这些蔬果，或者说这些美好的这些树林，或是好的环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念诵这样的经文。无论说这些东西呢是有主物，或者是有主物、无主物，那无论是吃啊，吃，爸，开始，热也能吃的，我也吃，我这是讲上课了，这上是课提前了。没讲完，他讲了20多分钟，正好。他讲1个半点呢，我这讲了20多分钟了，他讲1个半点了，正好。有归来晚点。他这个课越讲越多了，那你就拿个碗夹过去排骨去。不用，在这儿也能。吃完了是吃粥啊？在这儿，没事，不耽误。我这手机一放，那你不用电脑。那就是说呢，我们遇到这些好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无论说是蔬果，或者说是森林，或者说是草原，那同样的，我们可以观想呢这些有主物或是无主物呢，那我们把它这些最好的东西呢，那都拿来做供养给所有的上师三宝。다양히 타다 얘기 된다디 단다 코랑 깨디 감도 깨디 감에서 얘디 종지 텐스 얘디 종지 샤가 那人们现在说呢，就是因为刚才呢听到就是有人忘了关麦克风，那人们现在突然想到一些事情，那在这边就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我的妈妈嘛，我们有时候讲话，我打电话给她，有时候打电话给我，然后就我们讲了以后，就我们那个讲结束嘛。那结束的话，他忘记了他的那个手机那没有关了，那就没有关了，以后就他的跟爸爸啊，那就家乡里面怎样，那就我听了。好笑啊！你对那什么？人们现在说呢，就如同他有时候就是和他的母亲呢，就是讲电话。那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嘛，那讲完电话之后呢，会忘记把这个手机呢关掉，所以呢，就是同样的那个电话呢就没有挂掉。然后呢，他以为和人们切讲完之后，以为挂手机，然后又跑去跟人们切的父亲或者说家里的其他人讲话的时候呢，那人们切就边听就觉得很有趣。아니
아, 된대. 다 된대인데 다 먼저 가르쳐. 다 된대 지지. 다 되는 거라서 된대 지지. 어디 된대 지 선부 당도는 야고요. 어디지? 다 되는 거죠. 다 흉무실을 두고 있다. 흉무실은 넣어야 되다. 가래. 다 년도기를 이제는 별안 잡도 저여도 두번 좀 또버 거지. 다 뒤도 차려 와. 然后 다 되는 가래. 다 숨제 제신도 랑기기를 이제는 비스. 랑기기 리젠 남기 수다 송진비 참마 제신의 진비 또바 방제 조르 체네 디 년불 송제 제신 땅에 가서 송제 제신게 동아도 로디기 나랑 저기 랑기기 녀모라 년보 조상디다 지学하되요와 오다딩에 딩냠도 쉬샤나 삼자 차우스 다 랑기기 리젠 남기 스타 랑기기 리젠 세디 안에 랑기기 전주 토론기 레귤러 때문에 강사치라 랑기기 리젠 대야 랑기 아니 람도 슈가메 강사예 랑게기 총람바다 조람바 통람바 고람바 데다 아니 랑게기 리진 차대요 다 대답 랑게기 리진 랑게기 리진 세디 오다 로라데 데지 무슨 그래那上堂课呢，我们主要是解释到第26页，就是今天是上中译嘛，那上到中译的这个26页的最下面。那上堂课呢，讲完就是具有声闻种姓者呢，以支持自己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分别，还有呢就是这个分别的这个眷属呢，作为主要的这个手段。那以它的对峙力呢，就是了解呢，普特伽罗呢是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见解呢，作为主要的所修，然后呢获得下品的菩提。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从是独觉来做解释。那同样呢，具有这个独觉种性者。那什么叫做独觉种性者呢？那同样的，它就是堪能证的独觉菩提的这个普特伽罗。那堪能证的独觉的这个普特伽罗呢，就包含了就是将入圆觉道的这个普特伽罗，那以及知量加行见道修道的普特伽罗呢，那都可以称为叫做堪能获得独觉菩提的普特伽罗。그래서 그 대이기 지티도 가르 좋아래没打给给吞住给刺激了一下。어야 다 된대지래 다 랑겔스야디 가르치니 랑겔스거래서나 세바 타마에 내가 솔레베시게 담나라 마대반 랑이 찬주 랑이 애니 찬주모도 제토 제뉴바 인자 랑겔스라버리 랑겔 셰바디 세바 타마에 내가 솔레베시게 담나라 마대반 랑이 찬주 랑이 타준비 대봉도 제뉴고 요바 인자 아니 랑겔스 년초디 세바 타마에 솔레베시게 담나라 때네 년도 타준비 대봉도 제뉴고 랑게데 델레라고 르세바 타마에 젤르베시게 당와라 마데베 랑게 찬종고도 제뉴베 차네 콜라 랑겔스라베 那为什么称之为独觉或者是必知否呢？那它称为独觉或是必知否，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它在最后一世的时候呢，它不需要依着善知识的教戒，能够透由自力能承办菩提的缘故呢，所以叫做必知否，或者说叫做独觉，就是它能够独自呢获得这个菩提的缘故，所以叫做独觉。那声闻呢，它是在最后一生的时候呢，他一定要依着善知识的这个教戒，或者说依着善知识的教授呢，才能够成就菩提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声闻。랑게르야 세르다브 랑게세지다 아니 소조기 랑게세 니용고요 세르다브 랑게이나 랑게 시엔다 냠도 조고요 말에 랑게기 초과 시엔다 냠도 조고요 말 소소랑이 지고지 랑게 찬종원도 랑다 람로데 소조기 랑게세도야 랑게 시엔다 냠도 조와야 되는 용고요独觉呢又分为就是麒麟域的独觉，那还有另外一种独觉。那麒麟域的独觉呢，它就是如同为什么叫做麒麟域呢？因为它就如同麒麟一般，就是它不会和其他的这些独觉呢在一起，它就是指自己一个人，然后自己一个人追求解脱，自己一个人追求他的菩提，所以叫做独觉域的麒麟域的这个独觉。那另外一种独觉呢，它就是如同就是僧众一般，也是就是会大家呢聚集在一起修学，所以独觉呢也是分为两种。当然，一个理解呢，也说到从这边，他们这些的这边多话，
帮助做前年是了的。但rangi ki region chidang aran zo thakwa sumgi region khande chi imbai na da thakwa sumgi region khande chi imbai na kholo thopja re re yedu thopja di thobaya ki rang rang ki thopja re re yedu ani thopja di thobala pardo chuji ki pangj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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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o gu yare right yoko gu yare di indu nyendu ki region tabo de ki rang ki thopja nyendu da jumbi ushane he thobala pardo chuji ki padi kansa ki tangzi tabo di chagu yare 다 랑기기 리젠데 사탄게 랑기기 찬주 토론게 리인자 랑기기 찬주 톰되기 안에 람로 로그 여와 인자 거기 톱자데 랑기기 리젠게 톱자데 랑게 자주 비트우데 랑게 자주 비트우디 랑기기 리젠남게 톱자 인자 다 톱자데 톱발라 파도 조지기 디바치 요알 근데기 디바디 민나 카르스기레스나 아니 랑게 야 순다 순제 참마 제신도 준비 또 봐세야 차고야 소치를 든든 준비 다 소치를 든든 주바지 또 봐세 거야 那我们前面呢，就是有讲述到说呢，就是声闻呢，它要证得声闻的菩提的时候呢，那它最主要的这个手段呢，就是支持呢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分别。那这个支持的这个分别呢，是声闻最主要的这个手段。为什么呢？因为要成就呢声闻的这个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或是成就声闻菩提的时候呢，这种支持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分别之呢，是一定要断除的。那如同于此呢，就我们讲到说，就是独觉种性者呢，那无论说是像刚才所讲的这个麒麟欲独觉，或者是步行独觉呢，那他要获得声闻，也就是他要获得独觉的果位之前呢，那同样呢，他所要主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支持呢涉及直摄之量呢。直相异的这个分别呢，是他主要的这个手段。他如果想要获得独觉菩提的话呢，对于这样子的分别之呢，直取摄和直摄之量呢，直异的这个分别呢，是他一定要断除的。接着，别人我让做给我让做了恰恰呢，你们自己的我做密切的我做的密切的地基永远给切度切面了，是那的。체면이나 체들의 디기 용약이 치 니마레레게 깔레디 껴고요. 니레게 깔레디 껴네 강에디 파세도디 디디기디 먼저 도고요. 그래서 톱자 디기이나다 덴데치 따부지 뭐이나다 대토발라 깔레스나 발제디스나다 강에디 마세소나 디기디 도고요. 흰낭신체네 빼는 가서 빼 양자빼 잡이나 매도 더부지 마도 충충 매도 더부지 따와이네 매도도 따와라 삼미 장원다 아니 제미 장원다 조파 매버스네 아니 사 장원다 제 장원다 류 장원다 조 강고 초네 아니 매도도 게임 거라 진짜 강 조제디 두발라 가제 직세네 가자지 파세네 조제지 중국이야 다 띵가라서 니레기 말한지 처웨기 도당이네다 루자 칸데지 도고이네다 지게 미네다 심제이네 들로인 가르지다 지고 춘이도 지 차대요 루자디 두발라 가자디 세네 루자디 두바마도 도서메 딘낭 신체네 랑기기 리제다 년도기 리제다 보이나 톱장년도 다좀 비두디 토발라 디기 가자 랑게트베 제도 두버지 방자 랑게트베 제도 두버지 당지디 방고 랑기기 리제이네 톱자 랑게 다좀 비두디 토발라 디기 아니 한기 바도 주지기 디바디 소치를 된지 도바디 도바디 세고其实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就如同呢，我们在每天呢获得我们所想要的安乐，或者说我们无论是追求我们人生的安乐，或者说我追求今生的安乐的今天的这个安乐的时候呢，我们在追求安乐的时候，你想要获得安乐的时候呢，一定会遇到这种困难。那你如何获得这样安乐呢？就是我们每天呢，就是去除了不同的困难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每天获得不一样的这个安乐。所以呢，我们想要获得就是所证的安乐之前呢，那就要去除呢，就是能够障碍的这个手段。
当你把能够障碍的手段去除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获得你希望证得的这种安乐，你希望获得的这个安乐。或者说呢，我们想要获得一朵好看的花之前呢，那我们要先把就是地上这个肮脏的地呢，就是种花的这个地呢，能够清干净，然后给它就是干净的肥料、干净的水。那透过这种方式去栽培之后呢，自然能够种出一朵好看的这个花。所以这个道理呢，是可以运用在无论说我们希求的这个所证也好，或者说对于我们一天的生活，或者说我们人生的生活也好，那这个无论是人或者是畜生呢，或者说任何有情呢，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承办任何事之前呢，你一定是要把你承办这件事情的障碍给去除之后呢，你才能够获得你想要承办的安乐，或者说你想要承办的这个果位。所以同样的呢，当我们所获得的所证呢是声闻的或者是独觉的菩提之前呢，那你要获得这样子的所证，声闻或是独觉的菩提，那你就要去断除呢障碍你获得声闻以及独觉菩提的这个手段，你要先能够断除。那这样子的手段呢，就是对于人我，就是像是人我执以及法我执这样子的分别。哦，对对对，他我呢，他等于卡上年嘛那边的，等样都家里的那家里的，他所去的东西给多为东岸地，东岸多不落地，我让这个你莫了，那当看的那个的，哎，你莫给年不看的是周围的，他等于的样都家里那么这个多，他看的是呢，他我那rangi给理解的，他被那卡上那边那些，刚才人家的刚才给当真的。年度嘅理解的这个港沙人家特别主要的主要这边怎么生呢？的港沙嘅当真的帮着做钱呢，帮呢第一年不了大没多不了的困呢，大家没这么拖把的，那不是吧？年度嘅理解嘅开始呢是港沙嘅人这港这的帮个要的，帮着做的开始呢七个要的，那不然呢？他俺那做给这些不能行，俺那做给人家现在的生活当不然呢？年度嘅理解嘅강사기 다음에 가르치는 공부열이라는 강사기 당신 방향이 치더래요. 강사기 당신 가르치는 방향을 되다 방지 저 가르치는 강사기 당신 방향이라면 강사기 당신이 교란을 누구요? 교란이 심기를 누구요? 교란 뭐기고 생이 저디 강사기 당신이 쓰고요. 나 뒤술로 쓰다는데 가상에 맞듯이 잡 잡아다지 말해. 뒤기도 와. 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这个独觉的这个种性者呢，他要获得独觉菩提之前呢，他所要断除的呢，就是执持呢，就是色与执色之量呢，执意的这个分别。那就如同我们上堂课所讲述到的，就是声闻乘的这个普特伽罗呢，他为什么要断除这个人我执，或者说我们所讲的这个人我执呢，也就是执持呢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为什么他要所修呢？他要去修人无我，那他要断除人我执。为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声闻乘的普特伽罗呢，他知道他心绪当中呢，执持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会伤害到他的心绪，因为呢，他心绪当中有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的缘故呢，所以会让他内心呢感到不安乐。所以他为了断除这样子的不安乐呢，他要去去除这样子的一个执着，他要去除人我执。那至于说这个人我执呢是如何伤害我们自心绪呢？那这个在上堂课呢，就是我们解释过了。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就来解释到说缘觉呢，它是如何的来做对治。其实他第年度嘅理解结果来过嘛，马上做来过，马上做嘅刚才个他们开始的广告要的是么？马上做了就他让的，马上做了过，但是别人的别的做，别人当年嘅刚才的俺做加过，然后就别人带有个把开的是呢，俺做生具了查呀，俺做特什切还切，特什开始结果了是呢，俺做生具了查呀，切得了吧？俺做生具了培养嘅切得了吧？其实第一个团呢，俺做上路看的当过的是呢，年度嘅理解了，等的那个人呢。俺来也那把它写模了吧？俺刚才给打麦的不去，俺让做他说，俺刚才给打麦了，国外去年嘛叫台大不去个，可能做个南边到过去了，给产业去个，等待去个，安尼，他的那的个人呢，他俺让做个第一，俺让做碰个个把它写模了吧？其实他第一俺让做了出来过，他让刚才给打麦空。
가르치는 강사 담은 공부를 그냥 코를 좋아하는 누구도 다 코아세다 등등이나 민 당연히 뭐주는 그냥 강사기 가르쳐를 강사기 담에 공부를 했어. 가르치는 그냥 강사기 당지 교방국으로 왔어. 그 강사기 당지 가르치는 방국으로 해서는 알아서 강사기 당지 교란을 누구요 알았어. 그 니만 지금 뭐 기부 쓰는데 자와 강사기 당지를 두고 알았어. 안zul을 라베디 빼자고.那所以上一堂课呢，我们就有讲到说，就是为什么这个声闻乘的普特伽罗呢，他为什么要修学人无我呢？那我们上一堂课就讲到说，其实这不仅仅是对声闻乘的友情，我们其实是要透由我们自己去问说，为什么我要去修学人无我？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声闻乘友情呢替换成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修学人无我呢？那为什么要做这种替换呢？因为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经论？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对于经论呢来做闻思？因为最主要呢，就是透由学习经论之后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绪。这样，那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了解到说，连已经入声闻道、已经入道的这个普特伽罗声闻乘的这个普特伽罗呢，它都会被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种执着所伤害的话呢，那更何况是我们尚未入道的这个普特伽罗，我们尚未入道友情就更不用讲，已经入道的这个友情都会被人我执所伤害的话，那我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同样的呢，我们就要自己问自己说，为什么呢？我要去修学这个人无我？我修学人无我是为了什么呢？我修学人无我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脱离轮回，我希望能够断除人我执。因为呢，为什么我要断除人我执呢？因为我知道人我执呢会伤害我。근데 제일 무치기 카치데 바시기 강아 롬니 제바 퇴삼 제바디 카치데 바시기 체도 마송아치 고그레서 칠때 시야디 먼저 치료를 다니는 보자 가르쳐고래 dom라라 참잠도 아니 가르쳐고래 저기 치료기 뒤저기 남이 지금 빼졌다야 돼 파샤네 치료를야 조야스 디스 지고 쓰기요 말 카치데 바시스디 년대기 리쟁기 가사게 단지 방제 조치네 다음에 거면 다준비도 토그레 세베디 슝디 찍고라 만족을 삼로 땅 뭐이네 년대기 리쟁기 됐다고 기능이 여봤다 디체도 방제 조치바 남 체주 됐다고지 말한 소리에 디능시 레샤스 디등 만족 가사게 다음에 삼로 땅 우도 가사 다음에 삼로 땅나 만족 말한 쪽이 니레 니말레 라마기 버스니 땅지 레샤 만지 만진디기 나 매버스 난 마기고 수고에는 만진디 매버스 나 간데 수고도서는 다음에 공부도 말한 소리 수 잘네 잘단디 잘고고요래 그래서 카치데기 바시고도 마소 세야디 가지고 카치데 세야디 주네 체케 멜렘바타 아니 치로기 남에게 원도선 디치고 말에 빼졌다 심베 토삼 치기 여베 이나야 티랑귤라 차야 세데 잘단디 도스레 이사레所以呢，宗花大师呢就想要说，我们闻思之后呢，心不要只向于外。那心不要只向于外呢，这个指的心向于外呢，并不是说我们的心呢就是只想着出去玩，不想要闻思，我们只是想要去做一些和我们烦恼相应的贪嗔相应的这些事情，这个叫做心向外，并不是只有指这种心向外。最主要呢，宗花大师所解释的意思呢，就是如同说当我们这边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到说具有声闻种性者呢，他以支持呢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着这个分别呢作为他的主要手段。那他的对峙呢是以了解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见解作为主要的这个所修，然后呢由此而证得声闻菩提。那我们看完这一段话之后呢，我们是要去思维到说那我看了这一段之后，了解说独觉乘的友情是这样做的话呢，那我自己呢该如何对峙所谓的我执呢？我该如何去对峙我执？因为呢，我可以知道说我执呢对我是有最大的伤害。那我想要对峙我执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去观修无我，所以是要透由这种方式呢往内观。所以这边指的说心向外，不是说只看到说声闻的这些看了文字之后就觉得说声闻的友情呢，他为了证得他的菩提呢，他要去断除我执，所以他要去修无我。就是我们不是只有看到这样子外在的这个文字，而是要把这个文字呢，然后结合到我们的心绪里面去，看到这个人说所以呢，我呢
想要获得解脱的话，同样的呢，我也要断除我执，我也要呢去修学无我。那这个呢，应该才是宗喀巴大师所讲的心呢不要为向外的意思。因此我们科学说这个不一样嘛。我说昂字头的加油，昂字头的呢，只讲了你讲的卡着的是送的是对，只讲了你讲的送之类嘛都，可是马上就生句了卡的加来是可以用嘛。只讲了你讲的送来嘛都，对生句了加来是用嘛。谈到年对个日间的，刚才个他们卡着的公布有的，刚才个当时可能那个有，他那当第三个当就马上就了，第那些那个有的。세상 알아들은 일로 내가 찍고 누구에는 년도를 이제 되다 보고 누구여 봐도 학원에 비기 체도 공지 다음에 삼로 당겨요나 만조야 누구여 봐도 찍과래디 누구여 봐도 이누 지다 누구여 매디 삼로 땅 나온 땅을 때네 아니 다음에 삼로 땅에디 창고고요 또 잘고고요 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跟我们学这种世间的这种学问呢，是稍微不一样的。因为像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呢，我们学到数学说，1+2等于3之后，你并没有办法把这个1+2等于3呢，来和你的心绪呢来做结合嘛，这是没有办法做结合的。但是呢，修学佛法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了解到说，声闻乘的行者呢，他为什么要对治我执呢？因为他是要说我执呢是会伤害他的心绪，所以透过这段文字呢，我们就可以思维到说。我执既然会伤害到声闻乘有情的这个心绪的话呢，那同样的我执它也会伤害到我的心绪，所以我该如何的来对治我执呢？那这样子呢，结合心绪的学习呢，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다들 랑게기 리젠디기 가르치니 아니 소다 손대 참아 제신게 동안 공부하래서나 랑게기 리젠디기 소다 손대 참아 제신게 동안 공부하디 랑게 리젠 된조기 린조기 규기 손다 손대 참아 제신도 짐바 티기 랑게기 리젠데라 누구야 알았어 랑게기 리젠다고 있나 네기 소다 손대 참아 제신게 동안 공부하디 나 녀코알을 줘야지 나라 줘 내야지 수다 순지 참아 제신게 동안 다음에 공부도 다음에 가르치는 거는 수다 순지 참아 제신게 동에게 다음에 쓰는다 수다 순지 참아 제신게 동안도 공부도 수다 순지 참아 제신게 동안에 가르치는 공부도 수다 순지 참아 제신게 동에게 놓죠 수다 순지 참아 제신 짐바티기 나는 내가 내게 되게 자와치지 너무 깨죽도 내 교비 너무 되자시나 때문에 그게 자와치지 깨죽도 그게 자와치지 깨주단 간절했어 근데 깨주고 여봐 인상 될라 때니 아니 당연히 소다 순서만 제신이 동안 또 제신도 좀 받이 마방 타면도 대파라 대 년보다 연하면 거기 진단 로초 딱딱디 소다 순서만 제신이 동안 되듯이 다 뒤검네 이게 검기 뒤검네는 랑게다 좀 주고 터야 됐습니다 所以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看到说，声闻的独觉的这个独觉种性者呢，那他最主要的这个手段呢，就是索取，就是色和直色之量呢，异质的这个分别，直持呢色和直色之量异质的这个分别呢，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手段。那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那为什么呢？独觉的不是独觉。对，独觉的这个普特伽罗呢，他为什么要断除呢？就是直持呢色和直色之量异质的这个分别呢？因为呢，就是因为直持色和直色之量异质的这个分别呢，以它作为根本，以它为根本之后呢，升起了种种的这个烦恼的缘故，所有的烦恼呢都是由此而生。所以，独觉乘的普特伽罗呢，为了获得自己的这个果位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断除直持呢色和直色之量呢是异质的这个分别。那要断除这样子的分别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去修学呢和直持色和直色之量异质的分别呢，和它所执相违的这个直持无我的这个见解，或者说呢，我们想要说就是直持呢色和直色之量呢，一直空的这个无我的这个见解呢，透有修学这样子的无我见呢，才能够去对治这样子的烦恼。其实他听着印的，他我呢，我让做给rangi给理解给就可能做rangi给理解些呢，但我让做就奇怪的，我让就给说到说起来真的主把准备的去。
ngaramzola kandis nugu yoreslama manzoki nyumo zawachi dojashi da demosong zawachi digi wana manzola nugu yor ta wana suda suda sama jeshen de zimba digi kandis nugu yoreslama ina suda suda sama jeshen de zimba sayati labare mato yadi pena suda suda sama jeshen de zimba sayati chik suda suda sama dingi de tani tade de zimba sayati chik 속치를 되는 주바천스 아니 송 송지 샤발라 때문에 속 장치도 주바천 봤어 시 디시디 전다 치고 지냐래 민카가 가르마도 짐바디기 타니에 민기 남다래 송다 송지 참아 제신도 짐바세네다 송다 송지 참아 당이 타데도 짐바 타데도 짐바 시엔세네다 짐바체 가나지 속치를 되는 주바천 봤세네다 수 송지 샤발라 때문에 강제도 줘봤지 마세네다 디시디 민기 남다래 민다다 전다 찍바래 那虽然呢，在这里是讲到说呢，就是直尺呢，就是色和直色之量呢，异值的这个分别。那虽然说我们这边所讲就是直尺呢，色和直色之量异值的这个分别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做表示。那或者说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直尺呢外径成立的这个分别啊，这个呢也是一种，或者说呢，直尺呢色和直色之量呢是有距离存在的这种直尺这样子的分别呢也是可以的。那这些呢，它其实呢都是同义的，就是无论说我们讲到说直尺呢就是色和直色之量呢异值的这个分别，或者说直尺呢外径成立的这个分别，或者说呢直尺呢索取与能取量异值的这个分别，或者说呢直尺呢色和直色之量呢异值是有距离存在的这个分别呢，那它的意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답변은 ngaran 속이 송지 미시에 따보디기 수나에도 그런 요래 슬라바이나 ngaran 속이 송지 미시에 딜라 수나연디 소다 송지 참아 제신도 짐바 마레테 짐바이노 코토바레 토바 레도그로 이 토바이바이네 이셰마도 왕셰 요사요 말와 다 텐데기 소다 송지 참아 제신도 짐바디 칸데스케 요래 슬라나 짐바디 당보 미시에라 소다 송지 참아 제신도 난기요 송다 송지 참아 제신도 나야디 칸데스 난기요레스나 송지 미시 소다연디 소디 송지 미시엘라 소치르 딱 짐바디 찍바 인자 나와데 찍고 찍냐 자기를 송다 송지 참아 제신도 나와 송다 송지 참아 당연 타도도 나와 소치르 던도 주바 나와 소다 송지 샤발라 때문에 강체도 주바 나와서 나와데 찍고 자기를 짐바디 찍바래 디인데 송지 미시엘라 소데 나연디 송지 샤발라 때문에 수 파조네 강체도 주봤다 보지 난 거야. 8월에 수 초대교치 난 거야. 那我们先讲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直射的眼支，那直射眼支呢，它在直持射的时候呢，是如何去做显现的呢？因为我们这边不能讲说它是直持这个射和直射之量异值，因为呢，它如果是去做直持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分别支。那分别支的话呢，那就变成说直射眼支，它就变成了异值。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呢，虽然说它是讲说直射的这个眼支，那其实这边的直取指的意思就是显现的意思。它在直持射的时候呢，是显现的，就是直射的这个眼支还有射呢，二者呢是有距离的这个存在，或者说我们讲的就是它是外径成立的。那什么叫做外径成立呢？就是它在显现射的时候呢，它所显现的射呢，它会显现出射呢，它是完全不需要关带着直射眼支，是从近那一方而成立的。这种显现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眼支呢在直持呢射和直射之量呢，它是直异的这种显现方式。다 손다 손제 참아 제신의 짐바 되기 다 먼저 손제 미셸라 소나연디 소 손제 미셸라 소디 손제 미셸게 바차 셋업 유튜브 손제 미셸게 유튜브게 바차 손제 군시기 땡게 손제 미셸 유튜브게 바차샤 군시기 땡게 바차 손제 미셸게 소치르 튼도 주바 손제 미셸 유튜브게 바차디 셋업기 소 아니 파르데 난교레 삼기요 말 로이 풀라
甚至米些了所吃的对吧？那样的大当的累，大当的都是单位呢，甚至米些了所吃的所那样的吃的那样的所吃的对吧？那来呀的，甚至米些了所那样的甚至米些了对面的所拍的呢，讲起的对吧？到去那个。他提那的累所起呢，甚至米些了所讲起的对吧？肯定是那个多呀，对大当的文字其他的都是些好玩。甚至米些了，累的大家情愿的对不起，累所点的但呢，甚至米些了所那样的所去，拍了拍，我呢出的就那我对不起，我的这那个呀，他那呢提忘的，安嘞，甚至米些了对面的所去的拍着呢，所旁边的出的下，旁边的让的下上面的，所以都忘记，旁边的那忘记。来带人的所旁所有的话对不起，拍着的那样的得了差不多，所有的话就给那样的，旁边的所有的话的那个都上过啊，所有的话那样的，所有的话的拍着的出的家的下，拍着我呢所有的话的出的家的下上过，所有的话就那玩意呢，拍着的出的家的就那个，那样的得了代表给，台湾的。强化的那个想法的，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直射眼知呢，它在显现色的时候呢，它是显现呢色呢，它是外置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显现色的时候呢，它并不会显现色呢是观待的直射眼知的这个同一个习气呢所生的，它并不会去支持说色呢是和直射眼知呢，他们是同一个习气所生。那因为不会有这样子支持的时候呢，他自然会认为说，他所显现的这个色呢，他会显现出这个色呢是不需要观待的眼知，自然是不需要观待眼知呢，就表示说它是由静那一方呢成立的。它是由静那一方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说，我在执持色的时候呢是如何去做执持。我们内心呢就是可以用1分去做观察，会发现说我们的眼知呢在执持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色呢直色的这个眼知在显现色的时候呢，因为你认为说它是不需要观待的这个直色眼知，不需要观待的直色眼知的习气所生的缘故，我们会显现的这个色是由色那一方而成立。既然是由色那一方而成立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不需要观待眼知是由彼方呢所产生的这个色。那既然是不需要观待，在色由色那一方而成立的时候呢，那自然我们看到这个色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欢喜的，我们就会觉得支持它是乐意。然后呢，支持乐意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对它产生贪。那对于说我们所不喜欢的呢，就会认为它支持它是不乐意的。支持为不乐意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产生嗔。你看了所有的话，那我对不起，不呢，本来吃不给个呢，所有的话了，吃不给个，然后对下对不起呢，对下没给我呢，看这个的，所有的话的，本来有的话在了，他把抓大话了吧，出面些给那么多，有的话在了，他把抓大呀的，肯定用不了的是呢，所有的话的，旁边的出，拍照的出的下上面，本来所有的话的，所拍照所可能的出的下。你甚至米些个对这个把这社会都给困难人民度，你我让个米些个社会都给把这社会都给难人民度，困难让个下，你个把这社会了对面个困难让个难下来着了，我的那个上去的。所以呢，我们在生贪之前呢，我们心绪当中在升起贪心之前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先见到了这样子的乐意色。那见到了乐意色之后呢，自然而然，因为我们并不会呢，心绪里面呢，并不会认为说这个色呢，它是和我的眼知呢是同一个习气，由同一个习气呢所生的。你会觉得说这个色呢，就是由色那一方而成立。那既然是由色那一方而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心绪当中的这个非理作意呢，就会去争议这样子的乐意色。然后去争议这样子的乐意色的时候呢，你这样会觉得说，哦，色它本身在它那一方呢，就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善妙，而且可能为什么会讲争议呢？就是超过了就是我们所显现它好的那一分，你会过度的呢去认为它是好的，所以才叫争议嘛。所以想说非理作意去争议，那为什么会去争议呢？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呢，并不会认为说
这个外境的这个色，我们所我们的这个直射眼知所显现的这个色呢，并不是和我的直射眼知呢，它本身是有一个习气所生的缘故。因为它既然不是同一个习气所生，我们自然就会直取它是由色的那一方而成立的时候呢，那这样子哦，非理作意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去争议它。学长马上就变得米几点被给这些当这边呢，米些塞拉马斯就讲呢，苏迪塞拉马塞了，同样了，搞不赢不看戏了，苏塞不赢不看戏，塞不学就搞不搞讲赢那样，苏迪你米些塞不马赛不塞马赛就看不赢呢，苏迪塞拉马塞了，都去通过的话，搞不的去通过搞不怎么参加通过嘛了。通过对的米的哦，他给说的怎么写的民族是来的，아니 이에는 미디기 미셰 마궁이 미디가 수장말에다 기라마도에데 미셰디기 교인기를 말도 하게 수장말 레샤스 라그르 봐 딜라윈도 만족이 셈나를 가나 아레 얘기 말에기 미셰기 수디 통바레 마도 응어빈 수대다부지 투여레 마도 정어빈이 저 요마레 삼바이나 수까보디 수미장어디 파고 바로 수코랭에 미장어디 민두 미세와디 미장어디 민두 삼베직레인데 강 나와디 수미세와 미셰 권제 나와디 출시인 바 삼로 땅 투도 와那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譬喻来说，就是如果有时候像我们就是没有擦眼镜，那眼镜呢就是脏的时候呢，那当我们眼镜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看过去的时候，透由我们的眼镜呢看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白色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很干净，看起来有点好像黄黄的，有点白白的这样。然后这时候我们内心就会去直视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干净？因为看起来就是这种不是又白又黄的，就是有点脏脏的。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哎，今天这个东西看起来为什么这么脏？那旁边的就跟你说，不会啊，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干净，可能是你眼镜没有擦的关系。那这时候呢，我们把眼镜拿下来呢，然后再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哎，原来这个物体呢，我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从镜的那一方是脏的。镜那一方脏的这部分并不存在，而是透由我眼镜的这个缘故，我才去支持呢它是脏的。镜那一方它本身呢并不是肮脏的，所以这时候呢，我内心支持呢这个东西呢没有这么干净的这种错误的执着、颠倒的这个执着，自然而然就会被净除掉。原来没写的一书，就那样书没掌握学习有没呢？没写的一般的这个有没呢？像书的被塞物的物质，养物学的同看对多，这个我们简单的我们有经验，有一些人照片里面好看哦，那这些人没有看呢，不一样的吧？有一些我们直接看呢不好看，然后这照片呢那里面呢啊，这有很多差别，对吧？这用不多，我们有没有经验？现在。那地方就빠른 나는 요데 미카시 빠른 나는 배 듣고 쇼터거든 오늘 저는 미리민도 제가 만족이 디 빠디 통백이 마도 뭐변네 디 빠데 균에 뭐변네 수데 마통에네 값수 빠른 나라 가수 통하디 방원이 미디 코랭이 속 된대지 유 삼백이 로지 레기도 다 제일 숨모네부터 통사다 안에 빠지디 레도와 카바 빠제 디기레도 마도 퇴모면에서 민두 삼백이 로디 내마 깨두고마다 70개 두고도 제가 내마 깨바 디기를 때니 콜라 차발레 토야기 냥가 도와 치수 원에디 매바데 하고도 될 차바 깨기도 해 깨기 말해 那或者说举一个更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因为现在修图软体什么都很厉害嘛，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本人的时候呢，在照片上看到这个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就是长得这么的好看，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好看。但是哪一天呢，当你直接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人和他照片上的这个照片上所拍出来这个样子呢，实际上是有差距的。他本人其实没有照片上这么好看，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真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透由照片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人长得真好看，所以我们有可能透由这个照片呢，而对这个人呢就产生了贪心。但是哪一天呢，等你见到真人的时候呢，你要说，哦，原来他真实长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你对他生起这个贪心可能就不见了嘛。反正我们这个照片里面，我们这个有
高小我们不知道了吧？那就对是吧？个数不人不，那俺这样用的。八点那了，三句新年的那用过了，俺这三句新年的开始，别的引导和些数，那看见这个都改的就这不钱，俺那边的这个觉得数不钱了，是不是？听了我说的可天天吃嘛没多，穷嘛都没多谁都，天天用个多。现在你嘛第一告诉，特别告诉老年人的，把特别告诉，全部的通完了的呢，吃过的来头对吧？其实我那的同样的手，觉得手穷就嘛的了你嘛俺哪些些的，你可能被养父引导同样的，南沙路的就这个多，看得起的人，他就基地他那边有的手同样的手，引导同样的，把俺了，把可能我不的马同俺了，把当老年人代表告诉，是不的那个引导同样的，可能让了我那有300个。이동화 되는 걸 방원에 난 걸 말도 얘기 미시 낭수기 바자 세토기 낭수디 레기요 말. 네 바자 미시 바자 세토기 나오래 삼고요 말. 당원에도 송원에도 통인데 아래 네 나랑 미시 낭수디를 말도 그 바지에 있는데 나랑 게 너는 데를 말도 미시 투어를 말도 왜네들을 믿도 상가 콜 이동원zel을 하고 나기 차고들 때마다도 매우 찾아. 那或者说呢，就是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会觉得说这个主播的声音呢是很好听，然后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个主播呢看起来就是好像很高，然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实际上你见面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主播呢没有你想象中的来的这么高，原来这个主播的身材呢是这么的娇小这样，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呢，就是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见到这个人之前呢，那可能说我们透过就是像看电影或是看照片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透由我们眼知呢，就是见到他的照片或是电影的时候呢，所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会是很美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内心呢会升起这样子的直取。那直取的时候呢，因为有了这样子直取之后，有了这样争议之后，我可能会对这个人呢，就是透过电影或是照片，我可能会因此而对这个人呢，就是升起贪心。但是哪一天呢，我们真实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你所见到的这个真人呢，就是因为你的眼知的习气呢，醒觉之后所见到的嘛。因为我们是有同一个眼知的习气，就是说，就是你的眼知习气醒觉，然后你真实见到的时候。你见到了真实相状之后呢，你之前因为透由种种显现所产生的这种贪心，或者说各式各样的这种执着呢，当你见到真实相状的时候呢，可能之前的贪心就因此而消失了。我这边有一个有经验的好笑话，为什么我这次我去外国，所以就平常我没有见到的人。他们怎么想呢？我很高的想，但是那就我那个最近我第一次见到的人人不是照片的人们你很高那就这么小听两个人，其实俺的地球人不是其他你们老年的俺的我是两个人们，你老婆等着开始来的过去被全部修的是过去就嘛都没多来的。那人们现在说呢，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就是因为人们现在这一段时间是比较常出国嘛。那在没有出国之前呢，很多人都是透过影片或者说照片呢，那见到人们切。那然后等到人们切真的到国外看到人们切之后呢，那他们就说我以前一直觉得人们切很高大，但是没想到亲眼看到之后，发现说原来人们切身高没有实际上感觉的这么的高。那当然说人们切说这个不是直接跟人们切讲的啦，他可能是跟逝者讲说我们以前都以为人们切很高大，但是实际看到以后才发现原来人们切的身高是这么的娇小。不清楚的东西都是小儿子。所以有些身高看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제자 네 가르다 된 거였으나 당라 제자 다 단다 셈잠베기 더 디기 가르쳐 거였으나 송제 미셰기 제자 빼나 당하 빼나 전부 통구예나 빙에 셈잠베 따와도 잘긴다 마 가성님아 롱이 나올라 건조기 따요 마 전부 통연지 전부 나와디
아, 내기 전부 나야 돼. 미시기 바자 세웠더기 나와를 마도 정부비는 줄에 전부디 8억원의 속인 거는 요 말에 삼바들 로 요말. 미트 삼토고 요말. 디면 이제 그 수가오 수구 전부지 돈데 텔레바비 이동한테 텔레바비 셴바들 해고. 다 치수군의 돈인데 안에 민도 왔었는데 콜리야 셴바디 당신매부터 마타도 가르도 제가 딘낭신진의 샘잠베기 단다 소치를 던도 두바 낭라야디 소디 송진 셰발라 때메기 소 이동화이나 유동화데 방언이 투대결에 삼바다 이동화이나 이동화데 방언이 투대결에 삼베기 아니 삼베기 로디기 토네 아니 셴바다 다와디 레니 디원기 노모데 깨와디 거야 당고 나와디요 나요 왕기 짐바디요 짐베 왕 아니 시행을 잡아다 당원이 도스를 했고요. 제가 다 샘잠베기 가려고 소치를 듣도 또 아래라도 강라 송지 미셸을 속 나와도 속 코랑면이 요말에 송지 미셸이 바자 세토기 나와를 마도 그냥 속 면이 낭돼야디 마리베 바자게 레베 왕기 남바레 랍디 다 되기 왕기 알레 소이도 왕아디야 속 코능은 좀민도와 상고야. 소 그런 거는 좀도 삼데 알레 소이도 홍화되려면 잡아다 셴바디 양심에 게토고요 말. 所以呢，我们现在再回到课文呢，那就如同刚所讲，就是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比如说呢，我们的眼知呢，就是显现呢，人目切就是非常的高大。那显现人目切很高大这一点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直视，就眼知显现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的分别就会直视说，人目切呢，它长得非常的这个高大。那我们在显现或是直视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完全不会去认为呢，就是人目切很高大这一点呢，是关带的我眼知的这个习气呢，眼知习气的这个习气醒觉之后呢，我们并不会去关带这一点，只会觉得说，我所见到的人目切呢就会这么的高大，所以见到之后呢，我们并因为不认为说它是和我们眼知的这个习气呢，会有眼知习气觉醒呢，要关带这个眼知的这个习气所觉醒呢而去安利的，会自然而然认为镜上的人目切就会这么的高大。那显现人目切高大之后呢，自然而然内心就是做了这样的知识。那有了这样的知识之后呢，那哪一天等到我们真实见到的时候呢，然后才发现说，并不是像如同我之前所看到那般，如同我显现一般人目切这么的高大的时候呢，那我们这样执着呢，自然而然就会由此而断除。所以呢，这也就是唯识中或者说这里所讲的这个声闻的独觉的补特求为一样，因为呢，唯识中认为说我们眼知呢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直接显现的镜呢是镜上成立的，它是不需要关带的这个眼知的习气，它是由眼知在显现的时候，它显现呢就是显现镜呢是由镜那一方成立，因为显现镜那一方成立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就升起了这样子的执着。那有了这样子的执着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去执持说，这个外境呢，就是如同我们显现一般的真实的，就是由镜那一方而成立。但是呢，等到哪一天呢，他了解到说，外境呢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外境不成立呢？因为呢，这一切呢都是关带的眼知的习气，就是由眼知习气醒觉而产生的缘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外境成立这样的执着，自然而然就能够断除。어디래? 텐데인도 디기 사제 다디가도 디파루데를 조치랑나 미샤바드서 가 춘주 통나 첨부통 켜와요 말했어. 가인스는 나라 첨부 이사부야래서 디디디고 那人目切就说呢，就是其实他不太在乎呢，就是别人认为呢，就是他到底是高还是矮，因为呢他自己也觉得他长得蛮高的。那就没关系了，他们怎么想了不知道了，我们不需要，我不需要，我自己呢想我最高的是我，那就 OK 了。哎，怎么这个开玩笑了？其实他对这印度，他谈的开了无什么事，对这印度，他忘记了，他那个开第他第俺自己，其实三张被给第了被，你看我两个起不去了，别呢，
미치기 장애 파마솜라 미치기 장애 파마솜기 가서 다 장애 파마솜기 따윤디 미치라 따윤디 장애 파마솜라 따윤디 티페 센자바디 로라 보여 강기 미시엘라 강기 낭절 규비 수디 미시 티기 바자 세토기 나와레 마도 덴데기 미시엘라 강나와 수디 치르 수기 뇌네 투디여르베스나 미시기 바자 세발라 마데바 치르 수기 뇌네 투디여르선 투여 말이라 치르 된도 투디 치르를 세야디 낭치 게제디 조지 말이 치르를 수디 낭시베기 바자 세발라 마데바 치르 수쿠레 뇌네 투바 될라 치르 된도 투발라고 해 제가 치르 된도 투발라디 낭지 시발라 미시기 바자 가데지는 그 남자 규비 수디 코랑기 바자 세외떡이 나와레스 군이 죽지기 바자 군시등기 바자 지기 세외떡이 나와레 추바레스 오틸랍고요 딜라 빼야고 근데 가시지요 아마도 로라 바보 人们现在是认为说，就是唯识中所讲的一些见解呢，就是他觉得和他内心是蛮契合的。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说唯识中呢，比如说以同一个人来说，那同一个人呢，他对于说三个不同的友情，就是亲仇中庸这三种不同的友情呢，他在执持的时候呢，他是如何去执持的呢？就是一开始呢，他在执持这个境的时候呢。一定是显现的这个境呢是外境成立的嘛，就是我们眼知在显现的时候，一定是显现外境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眼知在显现的时候呢，它一定是观待，一定是显现说，哦，他所见到的这个境呢，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外境成立？所以它这个外境呢，其实不管说你内心它的习气醒觉呢是一个怎样的醒觉方式，它呢就是认为，就是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就会显现这个境呢是不需要观待。眼知的习气醒觉，不需要观待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习气，而是呢由境上成立的缘故呢，所以他会只是说眼知所显现的呢是显现外境成立，就是他完全不需要观待的我们的习气也好，说是观待的眼知也好，就是境呢它本身由外在由外面能够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它是显现外境成立。那第帮把他们给推断了，我觉得呢，他的就他妈做不对吧？意思来，别就干的是呢。别人练习些吧，去破吧扛，练习些吧，去破吧扛啦，哈米一大松，哈米一大松，练习些吧，去破吧扛的啦，哈米一大松给大人的，太大人的练习些吧，去破吧扛的啦，破吧扛的啦，太大人的都是能个样，米大的去破吧能就能个样，一大了那人的那差能个样，现在。练习些吧，就破吧扛嘛都要嘛的，破吧찍嘛都要嘛的，他们一大送给大人的，然给人家就被给，就是破吧扛，就破吧扛，那咋破吧扛也是，提有呀提，他们一大送给让给人家就被米些给来给爬家，一大给来给爬家，谁都给困难吧的，米的，安尼他们一大送给来给爬家，谁都给那玩意嘛都，但那边那做了。되기 때도 좀 리얼에서는 요말에 소베티도 所以呢，无着菩萨呢，在《摄大乘论》里面呢，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讲说，比如说干净的这个一碗水，那干净的这个水呢，就是我们讲的湿且润泽的这个水。那一碗干净的这个水呢，那三种不同的这个有情，像以天道的有情，还有人道有情，还有恶鬼道有情呢，在显现的时候呢，天道有情它所显现虽然说是同一碗水，但是天道有情它所显现的呢就是甘露，人道有情呢所显现的呢就是一碗清净的水，那恶鬼道有情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脓血。那他们三者在显现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显现出三种不同的东西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是由各个的业习气醒觉的缘故，恶鬼由恶鬼他的业习气醒觉呢，所以他见到的呢是脓血。那人道的呢，因为有人的这个业习气醒觉缘故呢，他所看到的是水。那天道有情呢，他的业习气醒觉呢，所以他所见到的呢是甘露。虽然说三者有情呢，所见到的呢都是不同的这个东西，所以由这一点可以成立什么呢？外境呢，它是不成立的。제가 레기 또게 바자 세도기 남레스 등 제가 다 비디다 보지 다 양자 빼지 가려서는 빼 약쇼 증만한도 로라 파외지 가려서는
小明跟小华，小明是我的朋友，而小花我的不朋友，我们打架，我们已经打架不好看，我不好看，是吧？小明的也吵不起，小花的也吵不没不起，他俺没几个人，没几个的了，小明的小花给俺了大人的小明的也吵不赢，这俺了移动我同源，小花给同源的俺没移动我没也不起同源。小花给俺同样的没度假是同样，他我那俺结果的了呀，是没度假的，要不你个实际的都那啥样嘛？因那样小明的俺了同样的，可能的那个米些个把家社会都给是那那个把家社会都给俺了要不同吧的，小花跟俺了同样的把家社会都给有的梦啊同吧的，其实你的有的梦啊的梦啊，你不得让人说个把家社会都给。미시에게 빠져 세вет도기 나를 남바레마도 평업에는 줄라 이동화도 몽화디 나래 뇌니 이동화지다 몽화지 소소네 수기 나래 뇌니 춥대 여러베스나 춥요 말에 이동화디 춥요나 디나시 이동화데 나래 뇌니 춥고야 되는 게 때도 이동화도 몽화 다대바 니 미치기 때도 다대바 니 차도 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呢，就比如说小华呢，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小明呢是我的朋友，那小华呢，他和我并不是一个好朋友，所以小明呢，他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我是乐意的，我是一个好人。那小华呢，他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非乐意境，我是一个坏人。但是我们知道说呢，乐意和不乐意呢，这两者是相违的，它不可能是在同一个物品或是同一个人之上的同时具备乐意或是不乐意。所以呢，小明他在看我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眼知的这个习气醒觉的缘故呢，所以他把我看成是好人。那同样呢，小华也是因为他眼知习气醒觉的缘故呢，他把我看成是坏人。所以在我这一方之上，如果是外境成立的话呢，要么我就是好的这个乐意境，要么就是不好的乐意境。但是就是因为外境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不同的友情呢，依着他的这个习气醒觉的缘故呢，有人会把我看成是好的，有的呢把我看成是不好的，所以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外境呢是不成立的。其实第一点的，俺这个小明的同样的，你能这个比喻移动啊的，你点的移动啊的，你小明的米些个把家，关系个点的米些个把家稍微多几，安尼那话嘞，米些对不把家稍微多几，安可能那不来是。티 넘버를 모두 소위 이동한테 바로 뭐니 소위 뭐니 조여서 조여 말했어. 다 디면시 소위 뭐한테 대치 봐. 왜 딜라나시 다 속다가라나자. 제가 된데 인도 이동한테 뭐 강다냐. 속이 뭐니 조여 면도와. 속이 뭐니 송지 미시기 바자 세발라 마도가 속이 뭐니 조사 두에. 면도와. 계속 조고요나 이동한테 소소는 조고를 이동한테 속 조고 아니 이도 속이 찌기 된데 이동한테 니가 샤고 캐기도 와. 愿用不多，他用的他开始加上，甚至米些个把这稍微多的移动啊的那么人嘛，都移动啊的属于去了个属于没人做出的，出没的，这出没把因子提移动啊了，差别差过的，给啥要嘛的是，给快要嘛的是，移动啊的移动啊了，当晚的呀，要嘛的是，他提了都开始过的，对下的空中一个累搭档的了，对下的空中一个累搭档了。 이도 로이 따당들라 이도 온와디 시랑지 셰베게 바자 세발라 마떼바지 수 파르응은에 춥대교다지 로이 소르지 레오마 따주지 콩로라 이도 모아다부디 랑지 셰베게 바자 세발라 마떼메기 치르기 이도 모아지 춥대교지 심풍라 디 용체 아니 차바데 당한 레고와 다 디메바 차데 아니 고랑시 메바 당한테 차바데 가르고 所以呢，从上述这个例子呢，我们就要说，小明呢，他所看到的这个乐意境呢，是透有他的眼知习气醒觉的缘故呢，所以他见到的是乐意境。那小华呢，也是因为他眼知习气醒觉的缘故呢，所以他见到的呢是不乐意境。所以他所见到的乐意或是不乐意呢，是因为各个了知之上，就是各个不同补特伽罗呢，他心绪当中的这个阿赖耶识的缘故，透由阿赖耶识的缘故呢，他的眼知的习气醒觉之后呢，有的呢见到的是乐意境，有的呢见到的是不乐意境，
但是呢，他们所见到的乐意境，小花所见的乐意境，他所见的乐意色，跟小明所见到的这个不乐意色呢，是在同一个色之上。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色它的外境是不成立的嘛，因为你所见到的这个乐意的是由你的眼知习气所醒觉缘故，所以你见到乐意。那另外一个人呢，因为他眼知习气醒觉缘故呢，他所见到的呢是不乐意，但是他们看的呢明明是同样东西，所以就变成说，如果外境是成立的话呢，就变成说同一个色之上呢，你要同时安立乐意和不乐意，那这个呢是没有办法去安立的。所以同样的呢，我们贪或者是嗔呢，在显现境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贪呢，在看到乐意境的时候，我们贪所看到的乐意境呢，所显现的就是会一个不关待阿赖耶识的习气醒觉呢，然后执持呢，它本身是外境成立的这个东西，因为执持了这样东西缘故呢，所以呢会对这个物品呢产生贪。同样呢，嗔在显现的时候呢，它会显现一个不需要关待我们内心的这个习气，而有一个外境呢真实的这个真实独立的这个不悦意境的缘故呢，所以会把它见到它是真实的这个不悦意的缘故呢，所以由此而产生嗔。其实他说的从这什么这些的这个，说的从这什么这些的马祖巴塞呢的，说起来听的这个东阿塞呢的，你懂的最说起来听的这个东阿第一，你莫了念不着当的，然后就是夸恰算，你莫念不着当的。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像是无论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外境成立空的这个空性，或者说呢，能取所取呢，能取和所取呢是一直空的这个空性，或者说我们讲说二取空，或者说呢色和直色之量一直空的这个空性呢，它是如何对治烦恼的呢？那这个大家有稍微理解了吗？哦，对，他对你莫了那当的哈过说呢？其实对你莫给那当的哈过说，现在军事那当地个多呢，让给个理解个那个要把哈过印章，啊呢说的说什么这些个东啊的的确的光板。他说的说什么这些个东岸的，去了听的这个东岸的公园的地方的，以对下的现在的题目给早话题，所去了听的这个怎么题给个人，怎么的那样的给接受中呢？用个人，那样的干呢？怎么的人没干呢？那他就没这个讨论的送个人。其实题个他马上做了这个这样的，马上做了呀。那现在比个路西下去呢，马上做了个有么给啊的，所去的听的这个怎么的个早话切切有么看的是给个是啦，那他都是这些感觉。他第一年不了看的是这个是呢，他的那这那些这些感觉。所以呢，我们在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哦，为什么呢？直持色和直色之量呢，它是意识的这个分别呢，它是如何在损害我们的？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因为呢有直持色和直色之量意识的分别的缘故呢，我们才会产生种种贪嗔痴的这种烦恼。那为什么呢？它会有这样子的支持呢？为什么贪嗔痴会这样子支持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一开始显现嘛，我们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显现说它是外境成立的缘故。有了这样的显现之后呢，才会去做支持。有了支持之后呢，才产生各式各样的烦恼。所以透由呢，能取所取一直空的这个空性呢，它去对治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对治掉了根本之后呢，那透由这样子的。和它相反支持所生的这个烦恼呢，自然而然就能够跟着断除。现在他天天印度，他第一趟呢，开始什么当过的？他上俺这个大麦多比写了给当子了，女当的当子的给俺让做了女给当，可你的什么的开发中多啊？他的没得开发的天天好过的，大麦多比写了给当子了，念不着当，肯定是中不多啊。当子的给俺这个。俺做大麦多比写了的，大麦开始呢广告的，当时给俺做了，那他看的那个的，大麦国民的当时的大麦你不的，多不大麦国民落你不的，大麦多不落马来维去，大麦多落的俺做的解决了，大麦国民落的当时你不的，你不看着当的当，俺做的解了，安尼苏区的等马祖巴国民给落的当，苏区的等的这个东亚国民落的当，苏区的等的这个津巴你不的。你把这年不找当地，然后这就落了差，明天给开发的，然后这就还可不多啊，他的开发切相关。
所以呢，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透过就是今天的这样子的讲解之后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我执呢它是如何伤害我的，或者说呢，我们在就是观修无我的这个了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证得无我的这个了知，因为我们心绪当中还没有升起无我慧嘛，所以我们心绪当中呢，就是观修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它如何呢去对治我执，它如何去对我执呢造成伤害。跟我们今天所讲述到的，就是我们去观修这个外境成立空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它如何去对治呢？只此外境成立的这个分别呢，是有差别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天天印度他个人做了到嘞，大美国被落地给当地了，年不着当的，俺做了落了嘛，怕不多哎。所去的东西这个东亚国被落地给当地，所去的东西这个真把那往地去当地里呀，肯定说了落了怕不多哎。他让你给人家的印度给人家是的怕这个着嘛是吧？俺做也之前呢，刚才给大美落了怕不起来有呢，俺做印度给他准备这个我都进来的，才出来是吧？한가란 속에 내 그게 요모들서 패치 깨단데 소치를 던도 줘봐 짐바티기 왕기 요모 깨단데 들으셔 동안데 건바 있는 내 그게 요모들 되셔시단데서 되게 떡이 아니 야 요모 총을 줘야 돼 되게 판토사를 삼사이나 먼저 동안 겁나 되게야 되 강사 소속이 사변다 바짝 가리면 되게 단 줘야 봐 어떻게 말도 통마인이네 거 인도기 리전 레다스 땡케지다 그랑기 리전 레다스 땡케스케요 말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到说，哎，我心绪当中的这个烦恼呢，到底是由什么而生的呢？如果说我去观察说我心绪当中的烦恼，最主要呢是由我执而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透由观修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或者说去观修无我的这个了知呢，然后来对治我执。所以虽然说在经论里面讲到说呢，声闻的种性者呢是有这样的执着，或是独觉种性者呢还有这样的执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用去往外去观察说声闻不特求或是独觉不特求它怎样，我们可以直接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说我心绪当中的贪嗔痴呢，到底是因为执持呢不特求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而生的呢，还是说我心绪当中的贪嗔痴呢，主要是因为执持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而生？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我心绪当中的这个烦恼呢，最主要是由执持不特求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而生的时候呢，那我就对他来说对治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后可能就是承办声闻的这个果位嘛。但是如果说我发现我心绪当中的这个烦恼呢，可能来自于说对于外境成立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那我就去对于说外境成立的执着来做对治嘛。我主要去观修这个外境不成立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不特求罗他是声闻种性者或是独学种性，并不是说他最初呢就决定他是声闻种性，或是决定他是缘觉种性，并不是这个样子。最主要是看说我们心绪当中烦恼呢，最主要是由什么样的原因而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再去做对治。对嘞，人家的人对个多罗老师要嘛的，让人家个多罗搞不空的，毛空的，我不空是，我嘛把的真正中到嘛，先搞说要嘛，俺说个大美公把的个眼有么了呀，人家了呀，偏切对，有么了内切对，所去的真正个东亚公把个落的人家了偏切对，内切对，有么了内切的大就嘞，他天天的呢，其他。다음에 공부를 어디기 먼저 다음에 삼로 땅바다 소출을 던져도 동안 사왔던 때스면다 가려서는 다음에 공부되기 유진 나들라 조 삼로 땅딩이 되죠. 거기 풍보를 때문에 나 세디 속한라 맞대가 나 세지기 디강라 조 라고 창딩이 되죠. 단다 소출을 던져도 동안 세야텔라 동안 공부했으나 동안 삼로 땅인데 미셸라 유크랑기 뇌니 소디 예도원 소디 미셸라 미셸 크랑라 칸나위기 남자큐비 소디 파조기 소데니 파르베 뇌니 아니 소디 좁데 좁인데 미셸라 때문에 소디 파조니 좁데 좁 파로 뇌니 강제도 소 파로 소기 파로 뇌니 소디 좁데 좁인데 델라야 파조 유일 조라고 창딩이다 주요 강 남자규비 소대다 유대라 조 라바창딩이다 저 동아 고면 상로 당당들라
다음에 고매야 되라 나 세에 풍불을 때문에 가야 맞대 봐나 세지 도민도 자도 나 쿠란라 라바차 마도 나 되게 낭제 규비 유다 된줄 라바 마창에 저죠 켜봐 삼다 레라고 응가다 통마 라보다 지체나 되게 켜봐지 제 요사래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声纹或是独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他所穿的衣服啊不一样的缘故，我们去安一个声纹或是缘觉。最主要呢，就是说，他对于心绪当中的这个烦恼呢，他是以哪一种方式呢去做对峙的？如果说我们自己发现说，观修无我呢，好像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时候呢，那我们当然就是透由观修无我呢，对于说我去对峙烦恼比较有利的话呢，那我们就去观修无我。或者说呢，我认为呢，观修这个外境成立空，或是我去观修二取空的时候呢，对于我对治烦恼比较有利的时候呢，那我就去观修这个二取空。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无我呢，还有说外境不成立呢，就是它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观修无我，就是我们一般在透由我执呢去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它最主要所执取的呢，就是有一个不关待运体的我。不关待运体真实独立的这个我呢，作为最主要的这个依据，就是你所支持的最主要是以我作为支持，你所支持一个不关待运体的我，透由此呢而产生各种的这个烦恼，然后你要对峙这样子的烦恼的时候呢，那就是透由观修无我。那外境不成立，它所对峙的呢，就像是说，我们最主要所显现的就是一个眼知呢。我眼知所显现的这个外境呢，它呢是不需要观待的，就是眼知的习气，而是外境呢，它本身就能够成立的这一点。所以这两者最大的差异呢，就在于说我执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一个不关待运体的我，然后有一个独立实体的这种我呢，最主要这个是我执所显现的。那执持外境成立的这种显现的方式呢，就是它会执持呢，就是我心绪当中的这个了知呢，它所显现的这个境呢。显现出来这个境好像是不需要关待我的内心，是境那一分呢本身能够成立的，但是我执所执持就跟境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比较像是就是他所执持就是一个我嘛，一个不需要关待运体的我，所以我们一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呢，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呢去辨明说，我心绪当中的到底是我执比较强烈，或者说呢支持外境成立的执着比较强烈，就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然后来证明。랑규베기 셈짬베기 따와라 코아야 호차나 우마베기 따와라 코아차야데 렐하루 쇼도레 렐하루 페도레 제자 셈짬베기 따웨기 가자 까다기 수르직 탄다디 셈짬베기 탄다 따웨 가자데 우마베기 따웨 가자 까다기 수르직 탄다디 셈짬베기 따웨 가자 까다기 수르직 디나네 용거 레단디 따오레 카르스나 셈 오마바기 리그레 다디 젤드시cap是吧？我听。所以对于我们就是现在要是能够清楚了解唯识宗的时候呢，那对于说我们之后去理解中观宗呢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中观宗所讲的一个所破里面呢，其实他所讲的所破就是唯识宗现在所讲的有一分呢，其实是含摄在中观宗的见解当中的。那这个我们之后再来做解释。这个第全当我那的地的，俺做你年前呢，大家人嘞。랑기 리젠게 손도 손도sama 제시게 동안 반제 조고 치네 티잉에 볼라 손도 제시게 동안 범제 조고 치기래 녀보 반제 조단데 못쳐송아 데 도와이나 텔라테네 찬주딩 세데 랑게다 좀 비고 터바 치기래 스기야래 나테레 테네 카레 좋아요 왜 所以呢，就是虽然说，第27页一开始呢，就要说，具有这个独觉种性质者呢，他以色还有直色之量意志的这分别呢，作为他主要的这个手段。那能够对治这样子的烦恼呢，最主要就是了解呢，就是了解二取空的这个见解，然后作为他的主要的这个所修，然后所证得的呢是中品菩提。那中品菩提所讲的呢，就是独觉的这个菩提。那虽然说文字上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结合心绪呢，就像刚才所讲述的这种方式呢，来结合我们的自相续。人切迪拉指哇，逆有人，人切打跟松亚的被那美豆党被那属党属精米些的巴若，那讲切的主把的你抵挡那。
属党属金千万你第个，这他的第你的这话有日白些，讲切都看多多些那讲切都主把当属金千万当属你的这些你这话有日白些。一样，特大七八的是你正当的，你是短期下算，这些都那话的短期下是的呢，这些都那话，安尼讲切都主把那话，安尼吃了吞都主把那话，安尼当你先都吞先都那话，现在的当你先都那话，当你他的都那话，听说刚刚当最细的短期，这真最细的短期也是个，其实短期也是，这个短期，应当看的是呢，本来这些的讲切都主把。这些来的，全大开了过来是呢，送至米线当，送至米线的当，送你不的，这些人来的，把可以把家这个事都给买吧，可以直接给把家看看，这些是的，记得可以直接给这些，可以把家直接给把家先去，可能直接给把家米线直接给把家了，对面给可能所有的可能直接给把家先去要不然呢，这些是过来。讲切是的，大家让讲切是的，马上就甚至米线了，手机都是在那的讲，可以讲切是的被，可以把的讲大人物，可以把的这么大不哦，可爱了对么个吧，讲切的啊，可以讲大人物的是来一句哈，讲大人物的是的，很大。讲切是的，可以把入来讲切讲集团讲大人物团的嘛都，可以你把年不，米些这个直接给把这个事都给嘛的，可以把直接把讲的卡的生意的是，前面这些个这段不是差不多定过来的。那这里呢，就想请示人士，讲把的对面是吧？我这里是什么？那这边呢，就想请示人们切，就是刚才所讲述的呢，就是比如说色和眼之直射眼之之间的这个有距离的这个存在，那和能取索取意识呢，它是有关系的嘛？那人们切说，其实这两者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外境成立的意思也好，或者说呢能取索取呢，它是意识的也好，或者说色和直射之量呢，它是意指或者说它是体性相异呢，它其实都是同样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解释到说，为什么讲到说有距离的存在，其实有距离的意思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色和直射之量呢，它为什么是异质的呢？它是异质的缘故，就是直相异。为什么它是直相异？你会讲到说直相异，就表示说他们两个呢，并不是由同一个习气醒觉而生的，就是好像直射眼之有直射眼之的习气。那色呢，有产生色的习气，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它这两者才是直相异的嘛。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两者就是色和直射之量呢，直异呢，它的意思跟我们在讲说外境成立，就是外境成立所指就是色和直射眼之这两者是有距离。我们为什么讲有距离呢？有距就是说这两者好像没什么关系嘛。没什么关系，就是说，哦，我色是不需要观待的，直射眼之的醒觉而生的嘛。因为一般亲近距离有距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很亲近。为什么会说是亲近呢？亲近就表示说，他两个是由同一个习气所生的缘故，所以他两个是亲近的嘛。你将会把它指为有距离，就表示说，哦，这两者呢，它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两个呢是不需要互相观待的。各自由各自的习气而生，不需要互相观待，所以才讲说刚所讲的外境成立，或者说呢能取所取量异质，或者说讲说色和直射之量异质，或者说色和直射之量体性相异，他们的意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讲嘛，你嘛你超过记得别cham不有不这啥都念多啥超多念多着，安尼别参加两个人呢，考一年念多着的，其实可你嘛差不差算呢？哎，没几看来去年，安尼看啥？你嘛一年念多学就着团，他听上看来去年讲人肉着是来的的。이게 킹이 장르를 더 말와스 레그로 양 참참 안 가시기 저한테도 가르쳐서라 공간이 다 장다른 것도 차스 장르를 차스 장르를 코라랑 게 땅서 써야 되는 연구를 이제 계절랑 계절이도 어디다도 붙자고
那用口语来表达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哦，我们以前有个很好的朋友，那走到哪里呢都是形影不离，就是走到哪里都会在一起。然后后来可能为某件事情吵架的时候呢，那别人看到就说，哎，你跟他不是很好，你们两个以前不是都腻在一起很亲近吗？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你们两个越离越远？我们会讲说越离越远嘛，越离越远就想说，那我会说啊，主要是他的缘故，因为他我们两个才会变得越来越远，这就是距离变得就是说我们两个变得没什么关系了。哦，对对。这个俺自己来过了，哎，他起来点点嘛，起码都俺一讲人肉都杀的打死来过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会跟朋友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做，你再这样做下去，我们两个搞不好距离会越来越远。我们也会这样去做表达嘛。对，就是讲人肉是的，没写的书你不得，把这个都一说都不是的，念不得团了。把说给讲人不都是的，可能没写的了，对面给说，对吧没吧，卡这都得团到过来。所以呢，我们这里要说，色和直、色眼之是有距离的存在呢。就比方说，这种表达方式，比方说，哦，我并不会显现它两者呢是有一个很亲密的，由同一个时期所生，好像这两者呢是没什么关联的缘故呢，所以才讲到说是有距离的存在。咋个的？那是还有那个脱节的是吧？看啦，大家面对嘅空氣大講的，變啊亞洲南軍的，打氣嘅有的，亞度的，打開那個偏偏分組嘅主的有的，那的所看的年波看的結果是，變啊亞啊當多啊的，亞洲網上的通知哦的亞波的的度假的，的亞叔叔嘅結果所到的下，那的看的年波看的結果那是。那天年不看的狗，都大家吃狗的，一度我同样的哎，一度我同样的哎，给弄碎了嘛，都一度我那热外是，因为呢，可能给弄没定住给可同样的，你看到哎给同样的，可一度我同样呢，可能了么个哎没定住给，可以给这年的，可一度的年纪嘛都可以过了呀接下来嘛，可能么个哎记呢，但我那看着来是了，但弄出明条你来算，但弄出明条你那个人呢，俺弄出长嘛，这个人民多啊。मैं तो तंग है कि ये दूँ ना या तो गारां के मिशे की पाचा से तो कितना हो माँ तो खुरांग हुए नहीं ये दूँ आदि फारों हुए नहीं चिरे ठंडू ये दूँ आदि ठुमिंदु संबे संबोधि तो खोगरवा तो साधंगे नहीं कि पे नहीं जाए बाला में इधर सुनना जाने बामा सुनदे वो धी तिन्सो पे जागुरे वो तिन्सो पे तिन्सो ला संबोधना है ना हाको第二个问题呢，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对我而言呢，外境的好或坏好像是任运而生的，那这个该有怎样的方式呢去做对峙？那仁波切就回答说，那这个就如同刚刚所讲述到的，就是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我所认为好，我所显现好的话呢，那它是否如同我显现一般呢？它就是这么的好。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找一个就是不喜欢他的人嘛，你就问他说：“哎，这个人怎样？”他一定跟你讲说这个人有多不好，他只会讲说这个人不好，他不会跟你讲有任何关于这个好的一点好的地方，他都不会跟你讲。所以这就显现是什么？就是表示说我们所显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你这个就可以了解到说，所以显现呢，并不是进那一方呢是好或者是坏，最主要还是由我的观待我心绪当中的这个习气醒觉而生的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呢来做观察，那就可以结合刚刚所讲的，就是天人的恶鬼看同一碗水呢，然后会有不同的这个显现方式。第边那现在美如啦，现在美如啦，本身米些嘅米见嘅下开的下鬼那是，那边那。王波的嘅邮册呢，变那王波嘅邮册呢，那是呢，写把这样的现在嘛，可能嘅嘛是不是this 当波说的本身米些的嘅米见的开的下过那是，那你把的知道。都得被如啦，是那的王波的嘅邮册呢，那是呢写把的这个多，王波嘅邮册呢是呢写把这个多，那现在嘛的天的王谢宇空给王波指的下。啊嘞，那现在不了，其他我们些王谢给没见了呀，安尼开始过来，王谢给没见谁呀？得了，王谢给俺老爹妈他给定给爬下的应该。
对吧？那可能关于军队嘛，吧，说的像那地方说啊，他看着过，他王博的有天呢是的，其他有啊那些送天呢，มี些给个些吧给个有送钱，王博他们买一百大件钱，没呀，有啊那些มี些钱。대순 냠도 초과라 태바스도 냠도 초과라 때니 아니 풍바지 비샤바디 게고야 봐. 这张空气的现在把的 K 没人别是， 디 엘케 링기 마르베스 거야 봐. K 人的马人别是， 지다 용한 남시 숨 초바디 켈링그레디 초니 게고바디 켈링그레디 이나 용을라 좀 유겐이 응을라 좀 아니 온보드 응을라 좀 거데 디기요 용을라 좀 온보응을라 좀 아니 지수 샤바케와디 나치 초고바디 나치 좀네 초바디 켈링그 유기 말에 지다 초고바디 켈링이요. 那接下来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唯识派呢认为直品眼智的所缘缘呢是什么？那仁波切就回答到说，直品眼智的所缘缘呢，就是能生直品眼智之前的这个习气，在能生直品眼智之前呢，那还有一个这个它的等无间缘之上的这个习气，因为它是习气的缘故，所以它并不是色嘛。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就是唯识中它不承许根对境产生事嘛？那一般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根境事三者合嘛。那唯识中呢，承许呢就是根境事三者合，但是唯识中呢并不承许说呢，就是根境事呢，就是三者是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就是产生的时候是有一个先后的这个次序。当然说先有根这个是可以承许，但是境跟事呢是同时产生的。当然得让下人说，这多哎。空气将切度主把所有的被那个说南军他人类的给下的写给马日白些，那邮寄给地内地帕多的那他人波的给将切度主啊所有的。那讲他人不是的，只能有人不他人类的给了，找不着吧？那说。是是，他们我的年代那个送下那俺的呀，或者是修补的是，俺他不的切个拉不吧，他确实切个是补的是。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这里有距离的存在的距离，是不是说空间的这个距离？那人们先说，其实一般我们在讲说有距离存在，它指就是说，这一点到那一点当中的距离嘛，就是眼知和色之间它是有一个距离的。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那因为仁波切他等一下，就是他刚已经跟人家就是之前约好时间，那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所以我们就先做回向。那大家就请念诵这个回向文，跟仁波切一起念这个回向文。Jambe Bao Jidare Kemba Tang Kondo Sambo 有梦文殊如是两书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三根皆回向。三是一切三世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未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善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遍知佛道，愿此学人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天津讲授尊，入间处只是三有尽，知清显密教法册，善知闻声顶上言，智慧离上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名得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世间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偏虚空皆生善乐，是他尽罪而极之，快速成就佛国地。父母有情居安乐，一切恶趣恒时空。菩萨愿谁数横竖，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哎呀，头几节念到了，头几节。那时候一切都见到。谢谢摩切，谢谢您的，谢谢摩切，谢谢您大老师。